来看到高雄有一间开至4点钟的红仔册店，今早起店员发现讲有一个50岁的人客倒伫咧包厢内面，伊就随报警察啦。警消人员来到现场，发现讲这个查甫人已经死亡，就要送病院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这死者对15日来到包厢告知，伊这段期间拢无离开。不过这中呢是有通知店员讲要继续做这包厢，也那这死亡原因，佫需要调查。 大门大暂停营业的红仔册店，小林所有真侪民众过来，才发现讲无开。请下你们是要来？对。日早起，这间伫新兴区的红仔册店发生不幸的意外，员工伫包厢内面发现一个消费者倒伫涂骹，较紧报警察。警消接到通报到现场的时阵，发现这昏去的查甫人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，明显死亡，无送病院。刘男身上亦无可疑伤势，初步研判无外力介入，后续。 依规定通知家属，并报请地检署检察官相验。倒落来，警方调监视器做调查，发现讲这个查甫人是订来这间店的老人客。15开始是包机中的一间包厢，伫内面使用网络。上尾一摆和店员的对话是伫19个透早，通知讲伊要继续加时间，一直到21个透早，店员主动甲问讲敢要继续留伫遮，煞无人回应。甲包厢的门拍开，才发现讲伊倒伫涂骹，期间并无发现讲伊离开红仔册店。对19到21个透早嘛，无人入去包厢，已经通知家属报请地检署验尸。4个小时200块。 还 OK 啊，因为他这边又可以喝东西，又可以玩电脑、看漫画，其实还不错。红仔册店是24点钟营业，提供独立的包厢，会当洗身躯嘛会当食物件，以1点钟来算钱。民众感觉真利便，嘛有人会选伫遮过暝，顾着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。警发局讲，逐礼拜会执行200个联合稽查，对象是包括电动间、特定行业、夜店和资讯休闲业。今年一直到7月为止，因已经稽查784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